再来关心咱国内的消息，国军昨头一摆证实讲，中共的军方的无人机飞过台湾海峡被侦测到，这就是中国目前上大型的军用的无人机，叫 TB-1，上尾翼。这款的无人机会使飞35点钟，挂载250公斤的航空炸弹，火力真强。同时有这个卫星通讯的设备，会使执行长距离攻击加侦测任务。专家分析讲，这款的无人机的应用代表中国卫星的技术慢慢来成熟，恐惊会互台海防空压力更加沉重。其实，红色炸弹启动引擎准备出发，到预定地道下炸弹精准射到目标。这是中国目前上大军用无人机 TB-1，背后互国军侦测到超过海峡中线，嘛是国军头一摆证实中共无人机超过中线。TB-1是四川天鼎科技公司研发，相关飞行高度8000公尺，相关巡航速度达到280公里，航程大约6000公里。上久会当飞35点钟，会当载250公斤的航空炸弹，火力真强。基本是2个尾翼由一片高架尾帮连接，特殊双尾设计，互航空迷合作双尾翼，配备有卫星通信保密数据链，属于真早打击拢有的大型无人机，恐惊互台海防空压力更加沉重。这些无人机就是在战时的时候可以发挥战场的一个侦测，还有目标的标定，还有这个弹着点的这个修正，都是它主要的功能。那未来反制的话，可以走几个方向。首先还是传统硬杀，包括传统的飞弹、防空飞弹，还有就是防空战机的拦截。那第二个可能就是依靠无人机去对抗。专家进一步讲 ，TB-1无人机除了本身性能真好，嘛代表中国卫星体系发展愈来愈成熟。因为这些大型无人机，它如果在远处作战或长距离作战的时候，需要靠的是卫星的这种通信踪迹，有点像 SN 车的概念。面对中国愈来愈侪军事威胁，国军除了甲美国买 NQ-9B 海上卫士无人机，嘛继续测试国军天云无人机，要全力发展战略守护国家的领空。你好，我是宋彦明。想知道更多的新闻内容，请订阅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并且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。另外，可以上 LINE 贴图小铺来购买华视主播的官方贴图。